乡亲好，欢迎大家收看出面台会，我是汪小琪，我咧下系读台南市，看到我后背了就是台南最大的那个国民主册，总共有2900人覆盖台南国册哦。民间组织了解这天基金会系全台湾第一届，到了达要新历届，了总共有45覆盖社会主册。到底嘛个系社会主册呢？简单来讲，就无论系你存有钱，也系存冇钱，甚至系相对弱势嘅人。人人大生意都有权利有好大，了就是政府的保障人民最基本嘅权利咯。今日出面大会当讲来到了大要，为找到相关嘅单位部门，还有当到呢财体嘅社区嘅乡亲朋友，佢哋共下来讨论，那个社会注册到底呢台湾嘅政策推行到用办去，和欠嘛嘅东西，和做到嘛嘅，能摆还会持续做下去，有需要嘛嘅同理。呢影片去到讨论嘅现场。开会了！大家都听咱强调来到出面台会嘅讨论现场，因为了下呢都系来到了个台南市那个南区台南社区了大无，看到现场嘅乡亲都臭到嫩嫩哦，大早记到都动惯性了个事情，大家都来咧吼。好，了系感谢因为财体嘅乡亲参加。影片呢也为大家咧稍介基本咧参加讨论嘅特别来宾哦。提前会安尼会看到，安尼俩中学生，佢系了个志田社福基金会台南区嘅区长张梦怡张区长早安。大家好，大家好。王姨早，今天听议会里边，安尼稍介看到，了解系社会注册推动联盟办公室嘅主任林玉如林主任好。大家早，主持人早。个第三位里边呢，你稍介，其实呢，佢系贵州合作行条也去过东多嘅国家来做采访了解社会注册经验，佢系资深嘅新闻媒体记者詹淑媛，淑媛早。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到底大家都谈到讲了下最近一起讲到了解社会注册，玉如，我想请问一下，社会住宅为什么我们需要社会住宅？就是我们其实觉得啊，台湾的住宅政策发展其实一直没有考虑到弱势者的居住需求。那过去政府其实发展了很久的国民住宅政策，其实都是鼓励民众要买房子啊、自产啦。那其实都没有发现说，其实还有一群就是他根本没办法买房子的那些的弱势朋友，他们该怎么办？他们该怎么居住？所以这些人只能在民间的租屋市场里面去租那种很便宜的房子，可能很挤、很小。然后住宅环境品质很不好，或者是说他可能租到了租金比较高，可是因为欠租缴不起，又被房东这样子赶。那其实政府一直都没有去关心到这群人的居住处境，所以我们才会开始要提倡社会住宅。尤其像现在房价特别高，不仅是年轻人买不起房子，那更不用说买不起房子的那群人，他们负担的租金更大，那他们更没有资源去好好的居住稳定下来。可是事实上，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居住的基本权益啊，对不对？对。所以，俩讲到社会注册，讲起来就会大家大生意都会有无好大。你先来看一下，到底俩个社会注册嘅基本上，学术学嘅定义系嘛个？其实讲到嘛个系社会注册，讲起来简单来讲，就由政府来起来做哦，就系政府是房东，用比市场嘅钱还较便宜嘅租金来平本人。平本嘛啥呢？平本相对弱势人，比如讲老人家，也系具体重为者，也系单身，也系讲带小孕妇。他家佢强调最重要嘅进行系单抢票唔会买，只租不卖。要实践的是居住正义，每个人都有屋可带。他家佢主从嘅系通用嘅设计，就是不分男女老幼。人皆可用的一种通用设计概念，符合所有使用所需。汉卡呢，佢要做到分散，要强下大平面本标签法。其实呢，台湾嘅社会注册政策，大体讲起来，台湾掌握正要起步停啦。不过呢，你民间第一个由民间自办 NPO 这种非营利组织所自办的社会住宅，就台南，你基本流量嘅所在，那个台南台南社区就已经做出来了。你先透过强调，你做个新闻报道来了解，佢条台地嘅生活情况，还有环境很有关系。佢系晚天28岁今年，因为被骗两只脚坍塌。
减20年内，佢生发全部的时段一类相同。你下佢第2类了解，准为相对弱势者所携介社会注册示范物，家里偏动多咧。错天腿、送快门、天火球菜面多的猥琐，入到无度嘅同时非常流量。同样入到食性件，食宿嘅胃儿都系遭几种杂嘅细菌所杀嘅嘅。对唔判的，嗰受到年纪已经大家也会照顾，像我这个土地生发嘅万天来讲，你系梦里动叫嘅喎。其实对我们障碍者人来讲，我们的父母亲他们会年纪越来越大，他们在体力上可能也没有办法这样子负荷我们的需要。那我会觉得说，其实有这样的空间是很大的帮助。不过，大家幸福也有会挑战嘅素材。对单枪200公分变了嘅万天来讲，流利推介构图一场还会挑战。我如果要自己操作比如说我要自己做菜煮饭的话，那个高度对我来说就比较不方便。做一个粗略的公共的版本就是比较大致上是智障比较符合的。那当然还有一些细微的部分，可能会根据它的真实的状况就要再做微调。你系之前基金会度推南台领决策所成立全台湾第一届社会注册，民间跳出的线索系会出示政府喊卡刺激去作为。我们伊甸比较急啦然后一直等不到政府开始，我们就觉得那既然伊甸还有一点点的能力，那我们来做一个好像示范的工作。当比如我有工作能力，我有可以承住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适合的空间。期待来3周年，万天讲佢前期梦想的平阳离开，喊卡度了下界社会环境，还有动到从万天强用嘅嘢，需要喊卡到从安用嘅社会注册。万天讲佢梦想的平阳。蒙姨，那我要请问一下刚刚我们庇护处的处长说一点等不及了啦，比政府先跳进来做。我想问一下，这个全台湾第一间民间首办的这个社会住宅，到底提供了什么样的内容呢？基本上伊甸在这边大龄住宅，我们提供了3种不一样的房型。那第一种就是刚刚各位有看到婉婷他们使用这一种是专门为身心障碍者，尤其是下肢障的轮椅族所设计的。那另外还有一款是为年纪较大的长辈。那在家里，其实大家都很担心长辈他可能会因为滑倒啦怎么样受伤了，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个专门为长辈的房型。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一般的住宅，那这是专门为经济弱势。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租金我们看到了7560，8560，8400，这个租金大致上来说，我们是怎么样设计或计算出来的当时我们的设计，因为也考虑到不能让社区有反弹，那觉得说整个伊甸把这里的房租的行情打坏了，所以我们当初是针对一般市场行情再打一个8折来做这样的设计。就像我们台南市这边周围的房租可能都要上万块，然后这因应相对弱势对象，希望有一个比较廉价的租金。那我们可以住多久呢？现在我们的规划设计是最多可以住到4年。4年。对，因为这个也是因应住宅法，它要求说最长到6年。但是因为我们想伊甸整个资源都是来自社会大众，那不能让少数人一直重复在使用。那为了表示公平，所以我们规定一个4年为限制。属于我那边就有请问你去过日本，也就去过韩国，谈讲你茫嘢还会去香港，那个社会注册未图水果嘅国家去采访啦对，你台湾两下重动作的起步要做这个社会住宅，一开始不要行差踏错，你可能从伊甸基金会跳出来自己先做。你看到你下台提台湾社会注册做嘅情况，你看到嘅内容，你启动用办心我觉得你下俩伊甸佢做得算跳出来做安用的事情系真好嘅啦不过做嚟讲佢系民间伫来做，你下辛苦啦从安尼去日本也系韩国来看佢都系政府大力支持啦安用社会住宅安用的事情啦从安尼看到你讲解租金的问题从租金了部分唔系讲你比了许充嘅驾驶带安用就好咧因为本人大戏嘛从安尼去了韩国嘅部分佢有本2种日中系永久令带住宅，了系
本该弱势嘅人贷嘅，佢嘅租金差不多係3折左右啊，用含入了国民另贷住宅咪係本含某千嘅人贷嘅，不過佢嘅租金係差不多係6到7折左右啊，用佢就係看掠沙佢嘅經濟嘅清輕用辦因，像你甲下講掠另贷住宅吼。佢雖然係老許聰嘅價時，差不多係3折左右，不過就係講係講伊係需要了特殊嘅人，吼，政府還會補助，所以就都大多喺地圖嘅人，吼，其實佢係唔是交錢嘅啦，所以政府佢本意屋大，佢係老人交錢啊用。所以伊講伊個重點當重要就係政府了個國家個共天理為概念要介入，才有辦法支持，要不然就像蒙姨講的說，這光靠民間來做這個動能，其實是很辛苦的哈。好，非常感謝淑雲。你也啲現充哦，因為你個社工朋友、社工朋友哈，佢都其實才提一些對父母了到，無論係寄種者，又係老人家，又係相對需要特殊嘅弱勢族群，佢都發現，其實大正經係一個當重要嘅問題，對談佢都很有幫對分享佢都有經驗。其實。在我們在從事台南區的身心障礙個案管理服務的時候，我們會發現有很多我們的服務使用者，因為通常身心障礙者他們都並有經濟弱勢，比方說他們可能是低收入戶或是中低收入戶，再加上他們本身的障礙，導致他們在租房子的時候，其實會遇到很多的困擾。房東不肯租嗎？對，特別在我們可能有一些房東，他還是有一些老的觀念，包含像我們的報紙啊、媒體也常常會說啊，精神疾病就跟一些犯罪行為做連結，可是其實這樣子一個比較不正確、比較偏頗的觀念，就會讓我們的身心障礙者在租屋的時候受到很多的困難。是，對。那所以你覺得說這個社會住宅這個時候就要跳出來，讓他們在居住上面無後顧之憂了哈。對，至少可以讓他們在一個4年到6年的期間之內呢，可以讓他們有一個比較穩定的生活。那在這個期間，社工員也可以透過其他的社會資源，甚至就是我們找一些願意聘用他們的工廠公司，然後讓他們有一個比較穩定可以去就業的一個環境，然後讓他們可以穩定就業以後，那家庭的經濟就會起來，到最後他們就可以自立的一個生活，然後離開我們的社會住宅，回到一般的社區裡面去。是，謝謝怡如。講到了解真緊，你冇看到個市區，係了到真緊需要做福建，又係講潮語概念，佢都需要大個市區。也有其他嘅社工朋友都得到你分享，你都有個看法麼？事實上，對於社會住宅這一塊，還有無障礙這個環境的這個提倡，哈，事實上對我們企業的這個部分，他們事實上概念還沒有那麼深。不是那麼清楚，不認識社會住宅是什麼？對，除非就是他們比較關注的議題，就是小朋友有沒有吃飽，小朋友沒有書可以念，有沒有機會可以升學，這樣子的議題他們會比較關注。那對於社會住宅無障礙這樣環境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提倡，除非就是自己本身病了，或是老了需要了，他們才會開始關注這樣子的一個需求。是，所以在民間 NPO 組織來講，如果說政府的力量還不夠那麼動能那麼強的時候，如果光靠民間來做，確實是辛苦的。需要大家一起支持，大家一起支持。好，非常感謝玉珍。接下來談到兩個社工及親信類分享，你就想到會討論一個問題：社會住宅還是典型的鄰避設施嗎？好。你看到你係內政部佢所提供哦，你啊提提社會大眾對社會住宅到底有認識麼？認識的過後對佢嘅看法係乜嘅？看到你社會住宅到底運用得起，冇意見係100%，向下大概強調是混居不分彼此，沒有標籤化，可以降低它的污名化的有46%，佢卡希望係獨立嘅社區有45%，一半一半5-5波啦吼。你看到也講你個社會住宅就去到你到無下個附近，你嘅意見係乜嘅呢？4%係冇意見，比例下少。唔贊成嘅，你看到也有17%不贊成的。不過你贊成嘅有77.58%咯。睇睇講起來，雖然講冇講真正係非常分樣哦，像係去百貨公司用按分樣，不過呢也唔會很排斥。你實際也有嚟到咧推單咧，就提起嚟做訪問哦。你就先嚟談一下，其實大到咧附近嘅居民對社會住宅佢都有個認識，佢就佢都有接受度係樣辦法。我覺得他們也需要正常生活的一些環境，而不是說把他們就是局限在一個只有他們自己的同樣的身障人士的地方，去
去生活，这样反而会降低他们自己的生活能力。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他们可以跟社区有很好的互动，这样的住宅是还不错。觉得如果弱势的团体进入到社区，大家应该有融合的概念，不应该说是排斥，或是说没办法忍受。因为我觉得这些弱势团体其实他们也需要社会的力量去发展他们的社会群性。他们跟我们一样啊，对啊，他们更需要人家的帮助啊。相对他们比较困难，而且市区其实他们的生活环境应该会比较辛苦吧。而且如果没有像这样子一个环境给他们的话，他们其实要去哪里都不方便了。对，我应该是，因为有些哈有房子的也是有买都得为制度不钱有些人好多房子买在就走，没有房子的没有住到。玉茹，我这边想要先请教你哦。我们一般人所说的典型的那种邻避设施，包括像火葬场、纳古塔还是垃圾场哦，大家都视之如洪水猛兽。我们也知道说，真的到了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人认为说癌症的儿童他们的癌症会传染，所以人心惶惶而不欢迎他们。我想知道这样子的一种观念，是不是大家目前在台湾对社会住宅教育跟认识还不够深呢？这个也是一个部分。那其实我们觉得，其实大家一开始的排斥或者是担心、害怕，都是因为真的不了解社会住宅到底是什么。因为从政府政策一推出来，他只告诉社区居民说，我们这里要盖社会住宅，然后又要照顾弱势者。可是他并没有告诉大家说，社会住宅会提供什么样子的福利服务，或者是公共设施或开放空间，一起造福这个社区。是。那刚才看到一个民调显示哦，说其实很多人也是赞成混居，这个混居的好处是在哪里？过去确实像台北市发展的平价住宅，因为是全部都是低收入户最底层的聚居，那当时的建筑环境或者是管理的制度也不够那么好，所以确实在平宅的那个环境里面会有一些管理不是很好，会有一些有点是现在大家说的贫民窟的问题产生，所以大家会觉得说，现在的社会住宅会不会像过去的平宅一样？刻板的印象，刻板的印象蛮重的。如果大家穷下代幸福了解，可能可以消弭或化解这个中间的界限。对。那模拟，我想请教一下。你们一店进驻到大林国宅来做这个社会住宅双福园区，有没有碰过什么样的困难呢？其实我们一店从之前买了这一栋大林国宅之后，在去年还没有搬进来之前，我们就分别拜访了在地社区的管委会、里长，还有发展协会。那我们发现，其实整个社区对我们这样的入住是表示欢迎的，因为在这个社区里面也有蛮多年纪比较大的长辈，那对他们来讲，无障碍空间的规划跟设备。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介绍，他们觉得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基本上整个社区对我们来讲并没有太大的一个阻碍。好，淑云，你去到其实讲到去分割也好，日本也好哈，你觉得有一些什么关键的做法可以扭转大家对那个社会住宅挑高安用系贫民窟安用唔好的印象啊？讲到了哈，你讲到了社会住宅用办日本大家。打破之前的这个印象，这个是很重要的。像从咱哋去聊韩国嘅部分吼，韩国你看到幾啲政府唔但像係希望票屋本人大，幾啲韓有聊社區地圖嘅規劃咪係東灣轉嘅，像係有國小啦吼，又係幼稚園啊，又係日園，聊到通體都有。韓國安利是到幾條嘅江南區，就係從安利嘅信義區，安永嘅一隻地方吼，佢係佢伫嗰隻地方佢嘅社會住宅吼，你想唔到，佢還有乜嘅游泳池、高爾夫球場，就因為從豪宅強用錯。唔但講係政府啦，還有民間，其實打破以前大家對於社會住宅的一個認知，就說讓這個整個規劃是相當完整的，除了就是基本的硬體設施，還有就是這個軟體的服務設施，全部都要進來。這樣。我用講起咧，台灣嘅政府可能一方面嘅硬體也冇做到成熟好呢吼。講到了吼，民間嘅力量就係動重要嘅，從愛是到嘅日本哦，日本幾條嘅民間嘅力量就係動態嘅，從佢有一隻社區按到北支社區，啲北支社區地圖吼，基本係有了所謂的公共住宅，公共住宅就係政府起嘅啊。
地独给您哈，差不多就三成都是老人家，那有一半的人都是需要福利措施的。那其实他们当初也是会有一些就是被大家标签化的这个问题，不过就系动体嘅见面，佢就渠道讲，哎，做唔得安样嘅吼，用班呢来改善安样嘅情形。部门佢就想到讲做该社区营造，该社区营造佢就为。佢就去做到动心讲，佢就有600個居民係參加了社區營造，咪係佢就追新講嘅主要原因啦。所以社區營造講的是一點，社區營造，社區營造唔係講哦，我有本意嘛嘅東西，佢係看了到嘅居民，佢需要嘛嘅東西，比如講老人家需要嘛嘅，成人需要嘛嘅，肢體障礙嘅人需要嘛嘅，係。居民的需要做出發，所以附近你哈屬於技術公道嘅吼，早起居民、菜地居民，佢哋用辦上，那村用辦嘅振興還有心情，你要出去可能係改變社會主義對待。本大家嘅印象吼，你下現場就開放本安尼菜地嘅鄉親朋友哦。其實呢，對了解熱田基金會民間嘅組織，你度了解安尼大家會所，你心裡了解社會主義，大家嘅想法係用辦先。然後呢，大家對了解早起，大家生活過很較煩惱，你都有嘛嘅想法問題，請問一下。我們先請我們的里長王里長。里長你好，我們來到這裡，覺得真的是溫和親切，跟我們分享一下，我們這個里是一個什麼樣的里？然後呢，對於我們的社會住宅進駐，你們又是一個這樣包容多元的心。他們來這裡哈，我也希望說，我們社區裡面的硬體設施啊，他們都可以利用。當然說你們的空間很小，好，我們後面的新生公園哈，那片草坪地啊，也非常的漂亮。剛才也訪問了我們社區的3位的住戶啊，也是在我們後面的公園訪問。這個草坪非常漂亮，我經常看到我們伊甸園的這些夥伴們也經常在我們這邊散步，非常歡迎他們在我們社區裡面做一些活動，謝謝。好，我們非常感謝里總做安樣嘅感性分享哦。好，你也要來談一下吼，你早起嘅主位，其實對了達要動到老人家，還有講支持朋友，你對了達的想法，佢哋有嘛嘅講法？伊甸進來以後呢，他辦了很多活動。帶着我們老人家呢，所以大家都有互惠，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共榮生活。有，我想在這裡說到這裡，我們老人家士們，我們來一個掌聲，我們來感謝，好不好？伊甸對我們做的一些的提供各方面的活動，我們一個掌聲來感謝伊甸，好不好？感謝張小姐。所以你看到咧係早起，讓社會主才真正很完美的一個融合，大家的心都係。包容多元呢，哈，好，非常感謝主委。謝謝。我兩篇也會請問一下哈，實際達到了達到對生活感應，哈，佢都有嘛嘅感覺。我想請問哦，你住在我們的雙福園區多久啦？快3個月。告訴我們住在這裡的感覺如何？非常的方便，然後從來沒有那麼方便過，因為我們住在一般的住宅裡面，只要其實是非常不方便。只要門口只要有一點點的門檻，其實我們的輪椅就沒辦法過不去。對，但是就是雙福園給我們的都是完全無障礙的空間，所以我們住起來是非常的自如，然後覺得超幸福的。超幸福的。那我們來到這個大林社區，發現從里長啊，從我們的鄉親，其實大家都非常和善親切。在人情的方面，你有感受到那種歸屬感跟溫暖嗎？有啊，就是我們也有出來到社區去用餐，那其實大家對我們都是非常的包容。是，對。好，非常謝謝淑雅。應該眼中有很多，剛剛好像出現在 VCR 的女主角。那我想問一下哈，將來這個社會住宅現在伊甸就正在做了嘛？哈，還有申請，還有好幾戶可以這個空間可以申請。是你的話，你會想要住進來？當然，因為這個就是說，我們住的是一個無障礙的住宅嘛。然後就是說，其實整個規劃，包括剛剛講到說，比如說那個沒有門檻，那沒有門檻，然後加上一個無障礙的住宅，然後對我們身障者其實也降低我們的障礙，那我們也可以減輕家人照顧的負擔。家人照顧的負擔，你想獨立生活是因為爸爸媽媽年紀都大了，是不是？我覺得就是說，這爸爸媽媽年紀都大了，然後他們在體力上可能沒有辦法像以前那樣子照顧我們。那如果說像這樣的無障礙住宅，真是提高了一個我們可以獨立自主的一個空間。
将来希望慢慢可以开始有一些工作，然后可以养活自己，然后也可以付出租金。对对对。好，我们谢谢婉婷，也祝福你的美梦将来都可以成真。好，我这边也有看到哈，其实我们的大林社区诚如刚刚好多乡亲都讲到，我们这里银发族很多。我看到一位贝贝，你住在这里感觉怎么样？可以说3个字，非常好。非常好啊！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办公室的这个主任委员，尤其是我们这个里长啊，无微不至。对哪一家的公司的事情的话，全力以赴。那你也欢迎我们这些新朋友一起加入吗？非常欢迎。唐头聊天，也就那个哈个向庆，系吗？我们先请教这个刘大姐，待会再给大哥哈。刘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姐，你现在为行业哦？米农。米农哦，你到了差不多大久嘞，多久了？12年人了哦。12年人的啊。好，那你讲下大到了台湾环境吼，还有对了对新朋友介入，你哋吼系分享么？感觉很有办心。几好啊！客家有遐个吼，几互相啊，客家真蛮好啦。邻居也都拢几合得来啦。所以其实大家都系朋友，交朋友哈，不会有什么觉得对他们有误会啊，也系讲其实都系大家都懂分享下共下生活。讲有误会。家讲拢有啦，吼，工会都冇事情的呀。安样嘿？客家向下运通，吼，本来是包的咩？去行路，看人是会加讲话，培养一下感情呐。加讲话就培养感情。好，非常感谢我们这个乡亲，好感谢你。好，谢谢哈。我看到就相信卡修了解欣赏。那就是希望能够给我们社区这个老人一个挂号的这个事情。因为提出挂号的这个能够提供挂号这个事儿的话，那么就节省到医院的那个看病的时间。那把这往返的话，也有个规律化，不晓能不能达到我的医院。谢谢这位乡亲的发言提问，好感谢。你谢谢君好，杨皮哥转到你讨论个现场，内堂你个内边对安用乡亲年轻个提讨论的，记得嘛个回应。你出面台会根本对内岛推南那个台林xã區哦，談到你財體嘅xã區見面，還有民間組織，還有你嘅裏邊，其實大家對那個社會組織都有一個共同嘅意識，覺得係社會環境係大家認為有大家權利，大家帶到強下相互幫助，那個感情嘅培養其實係非常重要。你也看到人性最善良、最美好嘅一面，你都看一下哦，其實。唔但係對你大波，你也採訪了其他人，記得對呢個事情，記得對呢個議題又有乜個看法？因為吼，即個遮呢，吼，即個老人吼，有公園，然後吼引起活動啦，佮伊的迄個設施也攏足好，設施因的吼，迄個即個電梯啦，上下攏足方便啦。觉得这边社区本来就还蛮多老人的，对啊，其实我觉得这样还蛮好的，对小朋友也蛮好的。因为其实小朋友路上，如果我们像出来散步，其实都会遇到蛮多老爷爷老奶奶的，对啊，其实他们都很亲切。这下来有绿地，一天可以出来，不必一直待在家里。当然老人朋友嘛，你喜欢这里有喜欢玩打个小牌的一起，尤其是一个。兴趣相投的啦，自然这老人他自然会结合。我袂感觉安怎啊，我足支持啊。我袂感觉讲啊，来到这像破坏咱房价袂安尼啦，因为咱袂使上自私嘛，咱要大家拢有房大。有开放嘅心，有好嘅福利，邻避设施其實係受分養嘅實施。夢怡，我請教一下哈，大家會想問，你該從安樣嘅社會組織，你哋會判經委經到嗎？我想伊甸基金会，我们还是会继续在居住正义这一个议题上继续来做一个倡议，但是我们希望有更多人，尤其是公部门，可以去看到社会的需求来做这样的事情。
民间跳起来先做，几乎是一个抛砖引玉、一个带头的作用。玉如，那我也请教，据我所知哦，台南其实它的国有住宅率是全台湾最高的哦，总共大概有13万坪的这个土地哦。现在政府都说没有钱买土地，没有钱做社会住宅，难道我们一定要大兴土木去重新新盖一栋，耗时费力，然后花了很多预算来做社会住宅？能不能从改建或者是这闲置的空间，我们来改善，来直接作为社会住宅，更有效率、更省时呢？这是社会住宅的兴办方式有很多种，那从无到有是一种，然后利用刚刚您说的，就是可能利用现有的空屋或者是一些闲置住宅的改善。那目前其实政府都有在考虑这些方案，那只不过说可能在执行上面，目前都有一些困难，包括比方说旧建筑改善，就是要改善成可以居住的住宅，其实那个条件限制就比较多，可能他花的钱也不一定比说重新新建要低这样子。对，这个是一个部分。那另外的话，其实也有在考虑说，像现在空屋率高，那其实是不是有可能说租民间的空屋来作为社会住宅，那个也是一种考量。那不过也是会碍于说，现在其实民间的房东愿不愿意跟政府合作这件事情，包括可能房东。他会顾虑说自己要缴税，或者是说房东会担心自己的房子出租给弱势，这些问题。那其实政府在做这些政策其实都很好，可是它必须要有相对更好的配套出来。你看到注册法，都去年前年代已经通过咧吼，12月13日立法院都3读通过咧，佢系关于提一普了解政府住宅政策的基本法。当然啊，总共有7章54条，其中最主要讲到了社会住宅嘅方面，佢就讲到政府新建只租不售嘅社会住宅为有10%以上。我先请教一下玉如，强调只租不售。售不好吗？如果说有这些利润可以来 cover 来这个承担这个租的部分的一些成本，这是有一些抵触的，是不是？应该是这样讲说，就是刚刚大概有聊，就是说，其实因为政府从过去一直都没有在讨论所谓的租这件事情。那租其实对于租屋这件事情是真的帮助到最弱势的那群人的居住需求，因为他们是真的买不起，所以从过去就没有开始谈租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必须从头开始谈。对，所以就变成是说，我们土地资源有限，然后在经济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先谈只租不售。那售的部分其实它能够照顾到弱势，真的一点点而已，然后又会浪费国家有限的土地资源。是，那这个希望可以占的比例有10%以上，现在算是做到了吗？这其实住宅法这个应该算是下限，就是说至少要提供。可是现在的地方政府都把这个下限当上限，我最多只提供10%这样子，这是我们觉得蛮可惜的。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就是民间团体会争取更高的比例这样子。蒙姨，我这边也先请问一下，对政府有住宅法这样，它有动能要做，不过在第一线民间有看到什么落差吗？因为住宅法它是一个新的法，那我也必须说，在不同国家有不同做法。到底台湾的住宅法希望走向哪个部分？我觉得目前没有一定的定向。那对我们第一线来讲，其实最困扰的就是它有法，但是应该是由谁负责？目前没有一定的窗口。卫福部好像已经是新挂牌了啊。可是像之前我们买这栋住宅，就是透过社会局，然后跟都发局的一个结合，然后去跟中央，它是跟营建署，它并不是跟卫福部或者是内政部之类的，所以其实它牵扯的范围相当大。那就像我们在社区生活，其实考虑到的，它的所谓的合宜的环境，并不是只有里面的硬体。像刚刚其实大家都希望，我不是只有关在房子里面，我还是希望到社区来走一走，到公园去。那这些所谓的公共空间的这个设计的部分，就已经超过我们民间团体的一个能力了。所以像我们现在在大林，其实我们也试着跟南区区公所的区长在沟通，说有没有可能利用公部门的一些资源，帮我们把外面的环境做成一个更无障碍的空间。那甚至大林有没有可能希望成为一个无障碍社区的一个典范？那这是我们正在努力的目标。讲到了蒙姨哈，他其实呼应到回应他讲的话，苏云，其实讲到那个主管改机关，你说硬体建筑很应检署内部的软体社会福利的资源还顺社会司内政部社会司了下已经过做
卫福部了哈。不过咧哈，其实大家四权好像大家都有权责，可是好像大家又都不能独当一面。那可能对那个做迄个咧滚个社会注册真正会退啊，又是把困难啦哈。像滚个经验，你看到安度。才那个社会主才正要起步的时候，很要注意不要行差踏错的这个关键时刻，因为嘛个做得会提出来，会做得提倡还个建议的嘛。你甲讲的问题吼，做了政府整合的问题啦吼。不过你看到吼内政部啊吼，现前给有一个调查，就是它有一个调查，就是台湾需要社会住宅的这个人口大概有多少？33万，33万这么多。那大约是4%左右，可是其实台湾现在的社会住宅只有0.08%，其实这中间的差距是动态的。个到底要用办因做，跟做夹夹是对到了走数量吼。错。无论是讲伊是鱼嘅，也是讲用了控屋啊，吼，某因大嘅屋个啊，吼，也是讲从韩国了走地方，佢还有再开发另代住宅，了这部分就会从安尼嘅都更嘅方式，佢都更以後，佢會本了年內帶到兩位嘅人，吼17%嘅地方來帶，韓國佢會提供熱天嘅部分來本兩弱勢嘅人來帶，了這係東重要嘅。你看到了日本嘅部分吼，佢係一開始嘅時期係喺2次大戰日後，佢大量嘅魚窩為本東島嘅。嘅人有提供做得大，啊，部每度以下吼，佢差唔多公共住宅嘅部分係6.1%，日本是6.1%的社會住宅的部分，這樣子。對，那以下佢都拄到嘅問題，唔係講屋唔辣嘅問題，佢都係除到講以下佢嘅人口結構改變咧，老人家動到咧，台灣需求不冇強用咧，冇強用，其實老台灣咪係強用嘅親戚那樣嘢啦吼。好，首先講到一點非常重要，你有類群二分治療，台灣嘅社會住宅，到你選挑界咧就亞洲國家類比，你大體嘅情況係用辦先看到，你下台灣就像首先講到嘅。水帶吼風險啊，2.08%的百分，和摩多咧下近期法規講嘅10%吼，香港講到日本有6%，新加坡有7%，香港你看到安細才20位數，記到社會住宅有29%嘅減30%嘅，非常安多吼。美國也有6%，又免包含像係荷蘭、丹麥、英國。这蒙乙去留學的地方哈，英國、芬蘭、瑞典，兩條國家全部都有大體講係40%，雖然用通膨比下來哦，台灣嘅社會住宅僅僅係剛開始起步而已，唔但係開始起步，可能走嘅僅僅走上台碼落後很多。我這邊先請教一下玉如，從這個量來看，社會住宅嘅量顯然是差距很大。那到底台灣現在是要先求量有呢，還是要質量並重？還有淑雲剛剛提到，是不是這種特殊需求化，也是現在在台灣剛起步的時候，有哪些必要條件是現在要先提出來做提醒的？我們一開始推當然是量是很重要的一點，因為我們的0.08%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再加上住宅法裡面又只有10%是給弱勢，所以我們就會很擔心說，如果你的量不出來的話，其實能照顧到的弱勢其實是非常有限的，這是我們擔心的一點。那再加上你說的，主持人您說質的部分，我們也很重視，因為其實剛剛一路的說鄰避設施這個部分，那其實我們覺得社會住宅就是要做的是照顧整個社區的一個住宅，是福利社區的那個概念進來。那所以在規劃設計，然後在它的福利服務上面，其實都要考慮到這個部分。對，所以其實質也很重要，才能讓大家更能夠接納說，社會住宅在這個社區裡面。所以其實都要衝啦，都要有動能去衝量，也要顧到質。謝謝你。講到質，蒙姨我請教，現在其實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除了說服務智障朋友的需求之外，我們的台灣的老人化，老人年口越來越高，這顯然也是一個重要的關鍵。是，其實伊甸我們在做服務當中，我們有發現未來的社會應該老殘很多需求它會很相近的。尤其是其實剛剛我們現場的社區朋友也有講到，他們發現我們的朋友的需要就是他們的需要。
那所以伊甸基金会其实在这2个族群里面，我们为什么在这一次社会住宅特别规划2个不一样的房型，是专门为老人跟身障者，其实就是有考虑到这一个部分。那现从也开放本应该乡亲朋友，谈到推人那边安样讲，你都实际在司法方面有嘛个上的建议，也讲提出你个问题的。我们先请这个布岛翁先生，我可以先请问吗？你做留影大概有多久的时间了？我不是车祸的，我不是意外，我是小儿麻痹。在我3岁的时候发高烧，但是我到了10年前吧，体力开始衰弱哈。我们有所谓的小儿麻痹症候群，我们的体力一直会在衰弱。那你这样走在这个生活在这个社会环境当中，你觉得外在社会你有碰过的不方便，或者是不友善，或者是需要真正在被大家看到的那块需求是什么，在哪里？其实我讲台湾这个住宅社会住宅，我想这种观念应该是算是0啊，绝对是0。所以我还是要感谢伊甸，他们去做了这个前导动作。然后造福这些老人跟身障朋友的一种福利啊，像我自己我家，我就是因为我跌倒了之后，浴室才去改建无障碍，那我想说，为什么要等我跌倒之后才去改那个无障碍呢？对，那无障碍对大家其实来讲都是非常好的。我在加拿大看到的身障，所谓的我们台湾有身障手册吗？在加拿大是没有的，绝对没有。我今天生活里面有所缺陷，有所需，我去请公部门帮我，他到你家来看一看，觉得你是适用的，他就给你了，不像我们台湾的公部门一层一层，好多营建署什么署，我跟你讲，真的，我非常的不客气要讲。如果今天这笔土地是属于哪一个公部门的，大家说是我的，我今天要请你盖个章，我要造福人群。说这个我可能下不了手，对不起，这个我就说这个造成非常不方便。像有心人、有心单位，他们要去实施推动的时候，我在想应该常常都碰到这种问题。我也来这边请问一下，我们有一些智障朋友的家属，他们日夜的陪伴，他们在生活上又有看到现在政府哪些做的不足的，希望可以再加强的。我们请这位小姐好吗？其实很多，我在这2个多月里面发觉到，我们5位里面他们其实刚开始，他们都是以前还没有到伊甸来的时候，都是躺在床上的，一天10几个钟头都躺在床上。除了说吃东西才有稍微坐起来，懒懒的没力气。对，那来这边的复健真的让我很意外，既然而且刚开始的大家的那个表情是不会笑的，可是后来慢慢的大家住在一起以后，那一种融合，还有那一种互助，所以让大家灿烂的笑容都展开了。所以符合需求的社会住宅，它的重要性是多么大啊！可以改变人。对，所以我们真的，我们8月8号我们快要结束了，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很惶恐，我们真的希望说他们可以再有进阶班，还有说有持续的办下去，然后慢慢的把这个点再拓展到我们整个台南市，还是说整个台湾里面都有这种伊甸的这一种对这种生活重建，还是说社会住宅的一个大家住在一起可以互相帮助的那一种。是，好，谢谢姑姑的真情发言这边还有其他的乡亲朋友也有在分享你哋所看到谈到的吗？我请问那个伊甸园，我们这里是不是有入托？就是说我们儿女今天有事要出去了，没有办法照顾老人，那是不是能到你们伊甸园这边来1日？你们帮我们照顾1日，1天。还有第2个问题就是，居家照顾，是不是有这一个作为？所以我们家庭里面有不方便的人家，是不是可以去帮忙或去陪伴他们？其实大姐提到其实都很多是社会救助要做的社会的政府部门要出更多的力。感谢这位大姐。谢谢。还有其他的乡亲朋友会让你对个意见也分享出来，本大家知的吗？好，了解欣赏。
那在伊甸基金会也要搬进来之前，也正好是我来任内的。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大同世界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所以委员会还有加上我们所有的大林社区新生里的居民都非常同意伊甸基金会来到这边来设置这种社会住宅。好，谢谢各位。谢谢我们的总干事。还有乡亲朋友吗？也有想法讲法会讲出来耶。宋小姐，我社区理事长嘛哈，我也在做社区关怀，但是哈，刚才主委跟里长他们都有讲呢。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社区还不够和谐，哈，讲的大家都很会讲啊，所以说我做的社区关怀哈，我是做那个有的时候是在那个安养中心的，好，我都会，我们的跟志工都会去看。那因为我希望这一些身障的朋友，因为我自己的外孙也是身障，所以我会感同身受。啊，所以说他们心脏的朋友到这边，我希望哈，我们社区有一种包容的心情来对待他们哈。然后，因为我们这边的老人又特别多，你看刚才那个张伯伯92岁还讲话那么有力哈啊，所以说我们应该融合在这个社区，把这个社区当成自己的家，然后来关心这些老人，因为我们将来也会老。非常感谢宋小姐。蒙姨，其实在地老化、在地安养是我们一个很大的理想。刚刚乡亲们也提出了这么多意见，其实真的是非常感谢伊甸有这样子的一个投石问路啦，然后也可以带起这样，从你这边出发，你要做的事情显然还很多，路也很长。告诉我你的期许，还有你的呼吁。其实谢谢刚刚大家的一个指教哦，因为伊甸真的是从4月的时候才刚搬进来，我们很多地方都还在努力的学习，但是我们真的很谢谢整个社区对我们的接纳。那就像刚刚理事长讲的，其实我们的同工非常少，那大家可以看到要做的事情非常多，所以我还是要再次呼吁，希望有更多像刚刚92岁伯伯这么健康都可以来当我们的志工，帮我们来做一些服务的一个宣传。那另外就是其实刚刚有提到，不管是日托也好，那居家照顾也好，我们希望日托可以当成我们明年在努力在拓展的新业务。那居家照顾其实刚刚大家可能会很疑惑，为什么我们居住的住宅里面会有这么高的70% 的比率是一般户？那大家知道，社会住宅不是只有为了老人跟身障，它还是为了一些经济弱势，尤其像一些单亲妈妈。那最近其实我们发现有一些新移民的朋友，因为他的先生过世了，他不方便继续住在夫家，所以他也来跟我们申请。所以我们也希望在座的各位伙伴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加油，让我们整个大林社区更好。谢谢。是，谢谢你，玉如。社会的贫富如此不均，有钱的人他尽可以追求富丽堂皇，可是很多的人也许就求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有的住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营造那种幸福感跟归属感。社会住宅联盟推动在台湾这么努力，一路坎坷这样走来啊。最后你的结论？我们就是还是期许政府应该要更有作为的来推动社会住宅。其实社会住宅是政府不可以逃避的责任，然后其实民间能够做一点是一点。那政府不能够期待民间来补政府不足的地方，然后甚至去依赖民间来做社会住宅。那其实政府应该要有更多的资源，然后包括土地啊，包括财务的部分，应该要更有完善的规划去兴办社会住宅这件事情。那其实我是觉得说，其实政府常常都会对外讲说，社会住宅是邻避设施，社会住宅推动起来很困难，然后包括经营管理很难，然后没有钱等等，就是就是政府谈了很多的问题。可是我们会更希望政府，你告诉我们，觉得说社会住宅到底是不是你觉得应该要做的事情？那你要怎么做？那如果你有需要民间单位需要协助政府的地方，比如说像伊甸的经验，那我相信伊甸也愿意协助政府来做。那我觉得政府要愿意这样子说出来，所以政府的态度很重要。对，政府的态度更重要。大台市道又重要，摸还系摸重要，市道重要会真紧会做用要做。你以上系政府方面嘅态度，你冲动重要吼，属于你嘅结论。冇错，政府系动重要吼。你看到了韩国吼，佢哋1989年嘅时节吼，推出第一则嘅公共租赁住宅计划，就系讲
政府希望平稳本人大，政府来做了物资啦。记得2000年的时候到2010年的10年的期间吼，记住这个社会住宅的比例就从2.5%，提高到6.3%。今年的平均是达4年，4年记住是咧24万户的物额。你想想看，你係有極大嘅決心老耐力，呢個政府係咩原因做得到？韓國做呢係講，我家下有講到了6年期了咗地方政府吼，記得唔單淨係希望本人大，還有講吼，記得嘅預算吼，地方政府嘅預算係120億，地方政府的預算是120億，唔過記得就53%都拿來做了社會福利嘅部分。呢個地方政府有可能做得到嗎？係講有可能，呢個社會住宅嘅部分就做得起來。好，非常感謝三位來賓，政府嘅保證，政府嘅能力到作為，到底有決心麼？為真正本所有嘅鄉親朋友，睇下也現場也看到，按到嘅幾種朋友，也老人家係亦講相對弱勢嘅，佢到真正係最需要社會利益承受嘅一群人咯，政府嘅決心。any 電影群，非常感謝大家收看今日春運大會，感謝大家，any 再會。